讲到这通风市龙潭区航园区第三期扩大土地征收计划，引起在地居民的不满。这台积电今日表示讲，经过评估了后，在现有的条件之下，未搁再考虑进驻龙潭区航园区第三期。为了解决台积电2奈米以下扩厂用地，地科管理局规划龙潭区航园区扩建第三期计划，引起当地民众造成的自救会抗议。对此，台积电发出声明表示，经过公司评估了后，现阶段条件未搁考虑进驻龙潭园区3期，维持过去扩厂步调，继续甲管理局合作评估台湾适合半导体建厂的用地。回溯到2022年的地方的一个县市长的选举的时候，当初政府所开的一个政策的支票，就是希望台积电去那边去设1奈米的晶圆代工厂。但是其实到现在为止其实台积电都从来没有说过要去龙潭那边盖晶圆代工厂。在我的看来，其实就只是一场闹剧而已。其实，早伫今年7月，台积电总裁桂德嘉伫发说会就公告，2奈米会预计伫2025年量产，所以根据台积电规划，2奈米制程已经先伫竹科宝山建厂中。高雄厂也因为28奈米该2奈米先进制程厂房需求变更设计中。那中科除了规划2奈米，会看扩建进度无排除延伸到1.4奈米。虽然台积电表示，先进制程主要产能留伫台湾的方向无变，也毋过发说会进前传出可能调降规年资本支出，也引起外界关注，敢是会影响未来1奈米生产布局。那我们也会在协寻土地上面，还有相关的水电的协助，一定都会全力来配合台积电。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州的厂的设备机台将会延迟进入到亚利桑那州的厂，所以说台积电这个时候的话，一定就可以调降它的资本支出。1奈米目前其实还在研发的阶段，估计大概也是要到2027年左右才会正式的导入量产。王美花强调，佮加上最近伫 AI 晶片的事件，台湾拄好有先进晶片的制作甲封装，所以带动 AI 电脑主机供应链的加价，包括电脑主机在帮散热器、显卡等，佮一摆体现台湾是全球重要的供应链，所以台积电未来扩厂需求，政府一定会协助。记者综合报道。